世界盃瑞典對突尼西亞賽事喺墨西哥蒙特雷體育場舉行，有瑞典球迷遠道而來。開賽唔夠20分鐘，瑞典已經先後射入2球，以行動回報球迷支持。歡呼聲仲因為突尼西亞隊嘅射失。我哋喺1個月前有4500蚊去買咗呢一個位去睇世界盃，喺當時最平嘅位置。今日喺開賽之前仲有的可以買，價錢大概係380蚊美金左右，即係港幣3000蚊就有交易。墨西哥蒙特雷體育場可以容納53000人。大會話將近有51000人入場，即使唔係全場爆滿，亦都無咗球迷睇波嘅氣氛。最終以5-1瑞典大勝突尼西亞。